的消息哦，过来看大学学测的成绩，今仔公布咯。大考中心嘛公布各科5票的标准哦。数学 A 是最近3档来上困难的，拢比去年哦减少1级分，满级分的人数嘛是6科上少的。其他5科的标准拢甲去年差不偌济。今年哦英文满级分的人数嘛上济。 今年大学学测数学 A 考了，有高中老师甲考生认为是最近3年上困难。根据大考中心的统计，今年数学 A 5票甲113学年度来比，顶标、前标、均标、后标拢降1级分，底标维持。初步了解，非选择题的表现比去年就一丝丝啊。因为今年的数 A 的第19题、第20题的非选。 它涉及的学习内容比较多，它需要跨单元的整合。数学 A 难度加悬，满级分1226个人，6科当中人数上少；英文3874个人，人数上济；社会科顶标、前标、均标、后标拢维持，不过满级分1762个人，比去年减500多人。 因为社会也包括了历史、地理跟公民与社会，现在一时也没办法知道说哪一端。那今年成绩的表现是呈现出这样的一个变化。大考中心表示，各科最近3个学年度5个标准接近维持稳定。也今年参加考试的人有121181个，是111学年度改制了后人数上济一届，不是当届考生有15913个人，占13.13%，人数嘛是改制了后上济一届。相对来讲，它的重考人数有上升的一个现象，但是我们一样不知道他们的动机。大考中心强调，无法度事先预期，毋是当届考生会安怎改变。也大学精选上济选4个科目，也毋过今年考生选课上济也是6个科目，而且最近3年逐年增加。再次强调，考试单位只要考生符合应考的资格，尊重自由选课的选择。公司新闻综合报道。